咱經濟部甲工研院是發表國產的4卡機器人研發平台，完成巡檢、物資運送，也有消防救災等等的功能。希望未來會當來建立機器人自主的技術，也有非中國供應鏈。原來消防署嘛表示講，這款機器人未來會當先導入火場、甲綁起的建築物等等一寡高風險的環境，降低消防人員救災風險。機器人家己曉爬樓梯，嘛曉偵測環境適應複雜的地形。未來這款機器人，全世界頂用佇巡檢、救災等等的高風險場所。出發。經濟部甲工研院拜三發表國產的4卡機器人，其實佇美國、中國、歐洲等等，攏已經有甲這款機器人用佇咧基地巡邏、設施警戒等等。咱國的工研院表示，這屆和民間共同推動4卡機器人研發平台，嘛已經完成自主導航、地下崩坑的巡檢、運送物資、甲消防救災等等功能的驗證，希望建立自主技術甲飛航的供應鏈。四足機器人的研發的時候呢，工研院事實上不是關起門來做，我們聯絡了非常多我們國內優秀的廠商跟我們一起共同來開發這個產品能夠應用到我們各項的不管是在民生或是在工業甚至就是說我們還有許多的一些未來搞不好還可以發展成國防上的一些應用的需求。面對救災需求，唔但人為的火燒意外，台灣嘛有地震、風颱等等一寡天災。消防署表示，未來若當着火災、建築物綁起等等，這款高風險的災害現場，嘛會當用機器人先去收集環境的資訊，降低消防人員執勤的風險。它有偵查的功能。那我們在搶救的過程當中，最需要的就是掌握人命的這個受困的位置，以及現場有哪一些風險包括溫度，包括裡面的氣體等等。經濟部表示，台灣目前發展機器人的階段，會優先用佇巡檢、救災等等，未來嘛有可能把技術用佇工業、國防等等的多元發展，希望會當建立國產智慧機器人的生態系，提升產業的競爭力，甲國家的韌性。記者郭志勇、謝桂林台北報道。